有嘅話29+1好冇？29+1金鐘色，出隻金鐘色俾你先啦。嗱，金鐘色出邊你上卡牛仔睇下知㗎。我今日出咗成招，26000幾28000係平常事。今日我呢個仲要係咩 stamp 咧 ？U stamp。如果你中意年份嘅，年份新成色狀態好，而且係金鐘色嘅，你幫我打個29+1。呢隻係第3代。跟埋個內袋俾你㗎啦。珍惜現貨29+1，多謝你 Queenie。我見到你好撐場，今日我講咗俾你同 VV 聽先 ，OK？ 嗱，呢一隻 TC 皮金鐘色，睇兩個狀態嘅啫。第一，你睇下係咪第3代先？第3代顧名思義，應該佢係出咗第1、2代嘅舊版 ，OK？ 第3代係咩意思咧？條帶可以調節嘅長度，就翻嗰日唔同嘅穿搭。而教翻長短見唔見到？第二個第3代後面會有個 pocket 嘅 ，OK？ 望一望視覺先，咁樣見唔見到4個原始成色呢一個 ，OK？ 直頭靚仔到不得了。你望一望啲馬鞍針法嘅白色線，由左到右非常光滑 ，U stand。關鍵位置嚟啦，見唔見到呢度有個皮扣㗎？皮扣咧一定唔可以崩花裂嘅，如果唔係佢個成色咧個分數大減。打開，燙銀字樣非常清晰，有一個非原裝嘅內袋，你望埋入邊，喂會唔會有啲簽名啊？會唔會有啲毛毛冇咗忽啊？我哋見唔見到側邊非常靚仔順滑。佢就算呢啲角甩頭嘅油邊啊，都係非常之靚嘅。我上次諗住影相俾你睇，我上次喺 Moco 見到有一位女士，你知唔知裝到隻 E29 變咗形，佢係大象灰嚟嘅。我先知道原來 E29 可以裝咁多嘢。今日你有一條我哋叫做第3代嘅調節長帶，你就咁呢條帶啊，你入到專門店配起碼3000幾4000蚊。今日我度埋個長度俾大家睇下，由左到右28，高度27，闊度18幾一隻，呢一隻 A 級成色㗎啦。今日 Winnie VV 中唔中意？中意嘅話，我俾個今日金鐘色冇嘢好鬥，鬥嘅係一個價錢，全世界最平。今日你揾到平過肥肥嘅，你隨時唔好幫肥肥買。今日有興趣嘅29+1，我哋賣過最平嘅一隻，我冇記錯應該係24000幾蚊㗎，最平㗎啦。金鐘色你出去求貨嘅，起碼26000、7蚊以上，3萬幾蚊周街都係28000幾蚊，係叫做搶貨。今日 A 級成色金鐘 E29，中意嘅拍粉們幫肥肥打個29+1，我俾你一個意想唔到嘅價錢，好冇？Lisa Lee， 今日我得一隻窩釘版啫，會唔會考慮窩釘版？今日肥肥得一隻窩釘版啫，因為最近咧普通版嘅大 size， 我哋去到日本拍賣場都少啊，我哋淨係得細 size，中意窩釘版嘅 Lisa， 幫肥肥打個 PP+1。29+1，中意嘅話29+1，呢一隻我夠膽講，你 H 仔中意斜咩嘅，你隨便買翻去，我保證今日你買到嘅全世界最平。我講緊 A 級成色 U stamp 啊，咁多位，你之前可能你見到有啲Z stamp、Y stamp 我唔肯定，但係今日我一隻現貨 U stamp 金鐘色仲要 TC 皮嘅，中意嘅話第3代29+1，俾3、4個肥肥得唔得啊？呢一隻你隨便用，基本上我哋叫做招財三寶就係佢。多謝你 Eva，
金鐘銀扣 U stamp， 你出到去 Lisa， 你呢個可以我哋幫你染成黑色都得㗎喎，喂，要唔要我幫你揾師傅做咗成條黑色都冇問題，全世界獨一無二嘅 DIY P 記背囊，或者如果你唔急嘅，等我哋去到日本再幫你揾好冇？日本會大機會啲，香港真係買少見少，香港真係買少見少。整多兩位嚟得唔得啊？今日呢啲全世界最平，你放心揾，保證你揾唔到，係100%揾唔到。今日整隻俾你，起碼平過出邊4000蚊，一模一樣。我諗個年份刻印同埋個成色狀態應該冇我呢隻咁 good fit 添啊。OK。多謝你 VV， 今日嚟咯喎 ，Evening 29。如果你想買隻獎勵自己㗎，買隻生日禮物嘅，你買肥肥呢一隻好冇？今日 Culture Cat 664 Culture Cat 664 28,000、27,000、26,000、25,000行情價，今日講到明嘅，平多4000蚊俾你，21,888蚊。呢一隻唔使考慮啦 ，E29 金鐘色。我夠膽講呢一隻，你今日幫我哋買咗，你出到去賣俾行家。